車戲上重要的就是扮仙，這扮仙代表甲神明祝壽，係因為氣氛真熱烈，真儕人愛看扮仙戲。台北王戲館呢，這屆以扮仙戲做展覽的主題，甲布袋戲對廟口搬來到展覽會場，擱再加入到現代電影的元素，希望傳統文化有創新，也吸引擱較儕人來了解文化。老熱的鼓吹分貝音，色派光影變化，傳統布袋戲當中的公道新鮮特點功夫，這是台北古戲館以扮仙戲做主題的展覽。這擺展覽參過去在廟埕看到的尪仔戲無啥共款，加入現代電影的元素，希望外國人也會當來認捌台灣的傳統文化。這擺展覽主要是要介紹布袋戲佇咧廟埕，啊是土地公生，啊是媽祖生的時陣的做戲的過程，所以因是把台灣的傳統文化，互外國人嘛了解嘛知影。布袋戲甲現代的元素，三甲互傳統文化有新點點的一面。策展人也希望透過新的呈現方式，也通吸引少年人來看戲。啊，那為了傳承，台北古戲館也開放6歲以下的囡仔，會當免費入場欣賞。我們其實一直都有在推動，像我們國小2年級的小朋友，他有一個寓意生源的活動，就是全台北市2年級小朋友都可以來預約參觀偶戲館，而且是不用錢的。傳統偶戲在台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民俗文化代表，所以我們對於這些傳統文化的保存跟典藏以及推廣，跟最重要是教育的部分，我們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台灣傳統偶戲的這樣子的文化。文化傳承需要資源小徑，文化局表示會透過補助尪仔戲的文化保存者，讓因通繼續保存甲推展傳統文化。另外，文化局甲台北古戲館嘛邀請民眾做陣來看戲，親身體會傳統文化迷人的所在。記者董家良、謝桂林台北報道。